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6月25日啦。今日係農曆嘅5月11日，係星期四，係叫做庚午嘅金馬日。嗱，今日呢，呢個庚午金馬呢，就要特別要注意啦，因為呢，呢個日子呢，今日嘅日子就係地支自刑日，叫做咩意思呢？就係年又係午，月又係午，日又係午。如果到中午嗰個時間又係午，就4個午一齊匯聚，咁呢，呢個火毒係最旺盛嘅一個時刻，所以呢，喺今日呢，係好容易呢會同自己過唔去啦，個情緒方面呢，好容易陷入一個死胡同啦。記得有心臟血管疾病嘅人要特別要注意啦。今日同埋呢火災呢，呢啲意外呢係最高發期嘅時間嚟嘅，所以呢，喺今日冇必要靜心，慢慢做嘢，要慢慢，唔好急，因為呢個火勢實在係太猛啦，今日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啦。所以呢，故此呢，庚午日呢，最擔心就係嗰個屬庚午嘅人，就生1930年同埋1990年嘅人呢，就屬於庚午。咁今日佢伏吟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馬呢就會同老鼠相沖，所以呢，就沖一隻呢叫做甲子嘅木老鼠，就生1984年嘅人呢，就叫做甲子木老鼠啦。咁同時亦都沖一隻呢叫做丙子嘅火老鼠，就生1936年同埋1996年嘅人呢，就叫丙子火老鼠啦。咁今日呢，沖鼠嚟講呢，最嚴峻嘅兩隻老鼠呢，就一隻就係火老鼠同埋一隻木老鼠啦。所以呢，呢對老鼠呢，要特別要注意啦。今日因為一沖呢，就沖年、沖月、沖日㗎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啦。馬同老鼠相沖呢，通常呢就應喺咩地方多呢？通常就會桃花會變動啦，容易受傷燙傷啦，身心有坐唔安企唔落嘅心態啦，咁特別要小心就係血光之災啦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啦。逢沖呢就必動嘅。所以呢，我建議呢，屬馬嘅朋友同埋屬老鼠嘅朋友呢，今日去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，贈醫施藥啊，多做一啲利益眾生嘅事情啊，多做一啲布施啊，將自己嘅運程呢提高佢，希望喺今日能夠逢凶化吉嘅。今日嘅30位呢，就喺北面喎，咁呢，北面就千祈就唔好動土啦。再加上今年嘅年又係30喺北，今日又係30喺北，即時嘅30呢就重疊咗喺北面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啦。咁尤其是呢，屬老鼠嘅人就更加要注意，因為北面呢係老鼠嘅方位嚟嘅。今日有2個時辰要特別要注意嘅，一個呢就凌晨嘅12點到1點嗰個丙子時。同埋一個呢，早上嘅11點到1點嗰個壬午時，呢2個時辰呢，特別要注意啦。今日呢，如果想催財嘅話呢，咁最好嘅方位就喺東面啦，因為今日財神爺呢，就喺東面嚟嘅。你可以落樓嗰陣時向東面行15分鐘去接一接財神啦。咁用咩時間接係最好呢？就一定揾個財神時啦。咁今日嘅財神時呢，就喺晏晝嘅3點到5點嗰個甲申時啦。盡量好地利用呢個財神時啊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日咩幸運嘅生肖啊。原來係屬牛、屬羊、屬虎、屬狗、屬猴，都係今日幸運嘅生肖嚟嘅。咁佢哋有幾幸運呢？
如果屬牛同埋屬羊嘅話咧，今日就有天月貴人去睇佢嘅。咁啊，屬羊啊多個六合貴人。咁啊，至於屬老虎、屬狗咧，就有個三合貴人去扶持嘅。咁啊，至於屬馬騮咧，就有財神爺去睇佢啦。故此今日嗰個屬牛、屬羊、屬虎、屬狗、屬猴都係非常幸運嘅生肖嚟㗎。嗱，記住，如果大家想逢凶化吉咧，最好嘅方法就係多做善事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咁就包你有運行啦。嗱，記住啊，你所做一切嘅善行，終將都會回到你身邊去㗎。嗱，大家多做善事啊！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再見啦。